一次打卡兩個截然不同嘅中亞風貌。大家好，我係世界通 Apple， 想揾人少景靚、隨手影出異域風情嘅小眾目的地。咁呢條烏茲別克加哈薩克雙國8天之旅絕對值得入手。我哋出發前一晚提前免費安排深圳機場附近酒店，唔使由凌晨香港趕機出發，養足精神，輕鬆出發。我哋有踏實干日阿拉木圖出，唔走回頭路，節省往返時間，一次打卡兩個截然不同嘅中亞風貌。行程嘅核心亮點係千年絲路重鎮撒馬爾罕，擁有2500年歷史，連船莊帕穆爾大地都喺呢度留下足跡，簡直係現實版嘅1001夜，帶你深度遊雷吉斯坦廣場、夏邑辛達陵墓、比比哈努清真寺，藍金琉璃建築美如童話，夜晚仲有震撼嘅燈光秀，行程兼顧自然同人文風光。我哋前往觸飯中心觀睇巨型銅鍋煮嘅手竹飯，逛下充滿市井氣息嘅市集同韓國街，搭乘被譽為地下藝術館嘅塔什干地鐵，之後轉場哈薩克斯坦，風景瞬間切換。探訪有中亞克羅拉多之稱嘅喀倫大峽谷、紅黑岩壁，氣息雄偉，跟上琴布拉克大雪山。呢度嘅山頂終年白雪不化㗎，全程安排4星標準酒店，特別有一晚係安排咗4人軟臥觀光火車，體驗中亞嘅特色火車，瞓成直達下一站。我哋嘅膳食搭配非常嘅豐富周全，我哋包含酒店早餐同埋豐富嘅當地風味餐同峽谷景觀特色餐，同時預留幾餐自由晚餐時間，可以行下街食下特色小食，自在休閒。一趟旅程雙重體驗，烏茲別克嘅千年絲路古文明同哈薩克嘅原始壯麗自然風光，厭倦咗人山人海嘅大眾景點，咁呢條小眾高質嘅絲路路線絕對係今年嘅首選啦。